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人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司政边巴次人在欧洲推动西藏议题；司政边巴次人出席雍中本教第34届要点修持法会闭幕式；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制定维护西藏权利的策略；达赖喇嘛尊者4大使命图片展在欧洲议会举行；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出席悉尼坎贝尔敦周末藏语班开学典礼；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出席一系列宗教活动；社会情绪及论理课程培训活动在加拿大圆满结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等活动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于本周二4月30号在爱丽舍宫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正在访问欧洲5国的司政边巴次人于当天短暂访问法国巴黎，出席长期支持西藏的法国前参议员安德烈·加托连先生授予荣誉军团宪章仪式。司政边巴次人在仪式上向法国总统赠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和马克龙总统会晤时的亲笔签名照，并敦促他不要忘记西藏。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上周日4月28号抵达瑞士苏黎世，展开了对欧洲5国的访问。在抵达苏黎世温特图尔市时，司政受到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吉女士和工作人员、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正副主席以及当地民众的隆重迎接。随后，司政访问了温特图尔市的里肯西藏中心，并与该中心负责人冈玛卓玛洛桑博士、理事会成员彼得沃尔泽、僧众代表喇嘛登增桑托、里肯曲阔林寺主持格西丹增强丘与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吉、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主席进行了会谈。随后，司政边巴次人与迪肯孔地区的藏人社区民众进行会面，并且与当地周末藏语学校的教职员工和民众代表进行了简短的互动。司政在发表讲话时，在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期就西藏问题所发表的评论时，他重申，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继续对西藏实施镇压政策的情况下，流亡藏人方面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并未带来重大变化，并强调谈判是解决藏中冲突的唯一出路。司政还进一步敦促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建设性的改革，而不是指示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领导人应该做什么。继访问苏黎世之后，司政边巴次人于4月29号在首都伯尔尼会晤多名瑞士联邦议会议员，并与瑞士政府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了闭门会议。在与瑞士议员们举行会晤期间，司政边巴次人强调了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台湾人作为中国内部变革推动者的关键作用，并表示，如果想要给中国带来积极的变化，就需要内外两种力量，而我们就是内在的力量。在会议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人出席了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举办的欢迎午餐会。该小组联合主席法比安·莫利议员和尼克·古格议员，以及副主席玛雅·格拉夫议员和议员芭芭拉·吉西等出席了午餐会。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创始人雷内·隆吉特也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司政对雷内·隆吉特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以及35年前在瑞士联邦议会成立支持西藏小组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表示感谢。当天晚间，司政边巴次人在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和秘书长平措多杰的陪同下，受邀参加了瑞士国民议会议长
埃克努尔斯泡沫举办的晚宴，期间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另外，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4月27号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在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近郊的雍中本教曼日寺举行的第34届要点修持法会闭幕式。雍中本教第34任教主曼日赤增仁波切主持法会，曼日洛彭仁波切、曼日谢珠堪布、曼日谢珠上师、西藏人民议会本教议员格西莫兰他钦、议员格西阿彭仁钦坚参、议员索朗诺布、前议员次汪扎西、多兰吉藏人社区官员丹增曲培，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各大寺院及西藏青年会的代表等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司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主要谈到了拥有悠久历史的西藏医学传统、雍中本教的广泛传播，以及要点修持法会的重要性，并强调曼日寺的要点修持法会一直是西藏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尤其在尼美西绕监参恢复这一传统之后，曼日寺的历代主持都在传承这一传统，且没有任何退化。此外，为了制定有关支持西藏的策略及重申坚定致力于倡导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和自决权利，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与各西藏组织于上周二4月23号上午在议会大厦举行了一场极具历史性的会议。会议由墨西哥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萨尔瓦多·卡罗众议员主持，众议员查普曼·莫雷诺·莫诺尔、众议员马特雷沙和墨西哥西藏之家的主席托尼卡拉姆，以及墨西哥洛塞林中心和本教中心的代表、国际西藏网络驻拉丁美洲协调员、墨西哥西藏之友协会的代表，以及著名西藏问题专家玛丽·布兰卡博士等出席了这场彰显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多元阵线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代表吉梅次仁在发表讲话时，对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进一步感谢墨西哥议员们的支持，并对未来的合作表示乐观。与此同时，由驻拉丁美洲办事处举办的为期2天的禅修闭关活动，于上周日4月28号在巴西西藏之家圆满结束。闭关活动由堪布桑珠仁波切主持，他指导参与活动的巴西民众进行深刻的正念修行。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于上周一4月22号开始，为期2天，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第10届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场有关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图片展。图片展开幕式于4月23号在欧洲议会大厦举行。越南统一佛教会欧洲区代表释迦行胆法师、法国萨迦中心的格西尼玛、欧洲议会成员、斯特拉斯堡市市长的代表、议会助理、欧盟官员、记者和驻巴黎联络处协调员突丹次仁，以及斯特拉斯堡藏人社区的成员等出席了活动。加泰罗尼亚前总统、欧洲议会议员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以及欧洲议会议员米库拉斯·佩克萨分别发表讲话，表达了他们为受压迫者发声的决心，并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对世界的崇高愿景和做出的非凡贡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征根康回顾了达赖喇嘛尊者多次访问斯特拉斯堡的经历，并概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的实质内容。他还借此机会感谢欧洲议会长期以来支持西藏自由事业和藏人非暴力斗争。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伽马桑格于上周四4月25号出席了位于悉尼近郊的凯尔顿藏人社区周末藏语班开学典礼。驻澳洲代表伽马桑格在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传统习俗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家长承担起将传统文化传授给下一代的特殊责任。代表还敦促藏人保持团结和韧性，应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建议所有藏人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教导。
另外，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于上周六4月27号出席了在台湾宜兰县和台北市举办的佛像开光落成及纪念法会等一系列宗教活动。27号当天，驻台代表格桑坚参与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导师格西丹增南卓仁波切和顾问中智一道，应邀出席了在宜兰县孔雀明王寺开成别院举行的佛像开光暨落成大典。来自台湾各佛教团体的代表等约2000多名信众参加了当天的典礼。因孔雀明王寺的请求，代表格桑坚参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特别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通过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实现世界和平的崇高愿景。当天下午，代表格桑坚参和佛学导师格西丹增南卓仁波切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喇嘛索巴仁波切圆寂1周年纪念活动。与会信众们在纪念活动上分享了索巴仁波切的感人事迹及台湾弟子之间的故事。此外，主办方还播放了达赖喇嘛尊者、甘丹赤巴、林仁波切、维舍领波切等高僧为纪念活动特别录制的视讯讲话，以及仁波切的生平影片等。4月28号，代表格桑坚参出席了由台湾萨迦中心与总萨佛学院共同在台北市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的宗萨堪仙功高汪丘仁波切圆寂16周年纪念法会，并在法会期间向仁波切的法像敬献哈达，以及赞扬了仁波切的舍利。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来自美国东海岸各州和周末藏语学校相关的教师工作者、工作人员和家长量身制定的为期3天的社会情绪与伦理课程培训活动，于上周日4月28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圆满结束。因驻北美办事处的邀请，来自埃默里大学的罗桑丹增黎舍博士、社会与情绪及伦理学习项目的副主任宗堆桑培和丹增索朗3位专家主持了为期3天的培训活动。驻北美办事处藏人联络官贡嘎扎西致开幕词，强调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向与会者介绍社会与情绪及伦理课程的学习方法，营造富有慈悲心的课堂环境，促进对意识和情绪调节的关注，培养全球意识，以及培养学生们的慈悲心和创造力。30多名来自多伦多藏人社区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新泽西州、费城和佛蒙特州等各州的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活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